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咱讲咱人做人都爱惜福，才会当创造更加侪福运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这头做惜，需要惜第四条。惜的意思就是心内感觉真珍贵、真重视。咱讲珍惜、保惜、甲惜力。另外，这个惜嘛有疼的意思，咱讲疼惜。若是足疼惜，咱讲是惜命命。惊疼或者是讲爱惜家己的名声，咱讲是真惜赔。另外，得到别人的疼惜，咱讲是得人疼；若无彩，咱讲是可惜。另外，还有一个文音读做惜，同款嘛是读第四条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惜面皮，意思就是爱面子；第二个词读做惜花莲盆，字面的意思是讲若保惜花，和花卡买做花珍惜。若字句的意思是讲，若介意一个人或者是一项物件，和伊有关系的人或者是物件，嘛会同齐惜力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比如讲，俗语咧讲，惜花莲盆，疼囝莲孙。阿公阿嬷疼惜孙是天性，就算讲普通时真惜面皮，也毋过为着汤生元仔孙要看演唱会，阿公阿嬷甘愿替金孙去现场排队嘛无问题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惜，另外一个文音读做惜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